靠近，高山绿水苏醒。第一眼见到你，每一刻都想你。从初遇到热恋，从青春到白首，岁月转身远离，依然为你着迷。心最亲密，一个眼神；心最亲密，一句关心；心最亲密，潮水翻涌，惊天动地，永恒证明。千山万水隔离，听见你的心跳，一场生命旅途，有泪水有笑容，有痛苦有幸福，依然为你心醉，心醉。心最亲密，一个眼神；心最亲密，一句关心；心最亲密，潮水翻涌，惊天动地，永恒证明。你能悄悄靠近，高山绿水苏醒。第一眼见到你，每一刻都想你。从秋绿到热恋，从青春到白首，岁月转身远离，依然为你着迷。心最亲密，一个眼神；心最亲密，一句关心；心最亲密，潮水翻涌，惊天动地，永恒证明。今仔日是安尼，真侪人无了解咱这个林仔。其实林仔是国民感情上深的吼，咱考试开博士即嘛是正吼，伊其实拢知啦。吼，迄阵共同咧为着人权吼，一个美国人吼，戆戆走来台湾吼，做交换学生走来台湾，伫国民党的时代去带着一个特务的厝，吼，特务拢享受特权啊！伊讲哦，恁兜。安尼咧，台湾实在是足自由安尼啦吼。到尾啊，慢慢啊发现真相，发现真相以前，咱想讲吼，即个有即个道德勇气哦，伊遐来救一寡遐个政治落难者。伊咧救政治落难者是无咧分男女啦吼，无咧分统独啦。你啊讲冤屈的吼，需要援助的吼，伊拢去甲，尽量用尽办法去甲救。事实上，即款人吼，无适合讨我。咱若即个拼即个政治吼，过去迄个时阵吼，你啊娶某某拢足艰苦哦。所以即个恁妈属于个往哪有啦，有娶2摆啦吼。这太太嘛诚艰苦啊，经济佫讲起来嘛是足无经济能力的啦吼。你无款嘛拢用是讲的，所以生活也相当困难嘛吼。因为伊伫日本的时间换哪一站，即个考世界教授吼，连伊会甲咱讲。过来就是伊有坚持伊要做的代志。伊发现讲都无心要来做即款代志，但是呢做落啊，感觉即个道德勇气甲责任感吼，无做到了袂使，所以伊就一直拼到死啊！拼到死的时候，伊搁放弃美国籍的，结果放弃美国籍了后吼，迄个后靠山无去，美国的后靠山较早享有无。所以嘛，感觉讲，台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纪元，伊所求的人内底吼，有即个啊，都属于中国党的，咧属于即个台湾国的。因家己啊，即个中国党迄边的，他开始甲软弱啦吼。台湾国这边的吼，直直要甲斗相共吼。但是伊嘛感觉人情冷暖啦，
啊，人情冷暖，所以这个叫做赛阵的时阵吼，啊，这个咱国教师较知吼，念念这个讲爱救台湾，救人权。啊，伊毋是讲要台湾独立，也是要台湾建国，含咱无共款。伊是讲台湾一定要维持一个公平、公理，这个社会，这个政治制度。啊，所以伊坚持这点吼，这是嘛咱做一个台湾人爱知的国际基本价值啦吼，是啊。啊，所以今仔咱甲追思啦吼。啊，我含你妈有时拢无直接过，我较早是捌看着讲这个为阿扁啊，我哪有出来争街头啦，这个人真低调啊，不修边幅啦，所以恁头甲看好笑啊吼，啊其实这个我甲看，这个是有合乎着咱这台湾人的这个价值，所以咱甲称呼讲是用这个台湾精神啊，一个使命对头行到尾啊。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就称他是台湾省，然后但是咱要学的，就是学伊的教育伊甲咱教育，伊用精神来甲咱教育啦吼，所以咱遮今仔日真幸运啦吼，有咱遮贵宾来遮做见证啦。